哥们儿，你钱掉了。谢谢警察叔叔。见过这个女孩吗？爸爸，爸，娜娜，没事，爸爸来了。胡英博，是吧？
既然不说话，那我说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站在你的立场上，替你考虑，你放了这个女孩，我来给你做人质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抓了局长的女儿，我是公安局长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用她来要挟我，我作为公安局长是不可能在老百姓面前徇私枉法的，你懂吗？但是你要把我当人质，就不一样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。啊！把钱掏出来！快把钱给我！你说什么？快把钱给我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还是把这个丢掉吧，小心划了你的手。为什么花？快把钱给我！快点儿！再加一碗牛肉面，一盘口水鸡，一盘酱牛肉。